2月4號立春咧係24節氣之首，我哋要用正確嘅打開方式先可以贏喺2026年嘅起跑線上。原來立春咧係源於陽曆嘅。古人發現，當我哋嘅太陽運行到黃經嘅315度嘅時候，北半球咧就開始晝長夜短，氣溫回升，係春季嘅開始。喺道家文化入邊，立春咧亦都代表陽氣初生，陰氣漸退，係陰陽轉換嘅關鍵節點。咁更加係因為立春作為歲首嘅意義，所以喺立春嘅呢一日，我哋係要做好5個重要嘅任務。第一個，我哋要有迎春嘅儀式感，早啲起身，面向東方太陽升起嘅方向，深呼吸，默念今年新年嘅願望。第二呢，就係咬春食好運，北方春餅呢就捲萬物，南方就有黃金炸春卷，寓意一年順利，一口落去滿口黃金。第三，靜心調養氣息，獨處靜室，靜坐冥想，清理身心。四，佈置好屋企、辦公室、辦公位，搞好大掃除，貼上春聯，擺上蓮花同埋當年嘅佈置，做好所有嘅準備過農曆新年。第五，係添置好新嘅靚衫同埋獎勵自己辛苦咗一年嘅一啲小禮物。屋企咧要備好年貨糖果，豐衣足食，甜甜蜜蜜咁樣過一個靚靚嘅新年。祝大家立春順遂，萬事勝意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